大家看我有没有觉得很奇怪？因为我是第一次在跟大家集合而且我是第一次以短发跟大家亮相。现在有人吗？好像没人有，来了，他赶快恢复情绪。Hello， 大家我好们。是不是要分享一下？刚刚的戏很好看，对不对？我已经哭到眼睛都红了。我先分享一下。好。他可能要把声音关掉。你那个声音关掉。我是不是直接要分享？然后我们赶快冲到500人了，赶快分享啊！这个我女儿啦，这么久长久以来，郑重欢迎，欢迎，我们欢迎你，首次参与我们鼓励直播。没有一次她在高雄也跟我们参与过，对，现场直播第一次，所以宇安，请不要一直滑手机。没有，我现在在分享我们的鼓励。对不起，等我一下哦，等我一下。豆嫂、靠嫂，你们先聊，你们聊一下今天团聚的感觉。袂晓用手机啊哈，按我那两个动一起。豆嫂、靠嫂，你们先聊一下，说今天就是我们全家的团聚，戏里戏外都团聚的感觉是什么？我真的会主持我是干嘛？我来干嘛？没有，在后面对。其实这个哈，你说戏里戏外都对啊，那个感觉哈是很温馨。但是我们刚刚在看戏的时候，你个看因你骨的大感情，你像你这每一个骨的大感情拢安尼，看到心就酸了哦。当然一定是会有结果的，但是那个过程跟所有的际遇哈，人数之有其实破400了，其实说真的啦，其实过程才是让人家最刻骨铭心的。不光结局怎么样，对不对？对啦，回归，好。今天是因为田宇安参与，好，破600了，我们开放任何问题，谢谢。任何问题，但是我们会有选择要不要回答啊？对，没有诚意了，没诚意哦，刷一整排汉堡，破纪录，一整排汉堡。今天那个回归有用，谢谢大家的支持，真的是宇安，今天到了，大家真的是太棒了，宇安团聚。那我们可以来慢慢的回顾我们所有，还有今天那个已经参与我们家族的这个论述啊，哈，已经今天柳暗花明了，知道宇安就是对戏里面的，他等一点点的萌芽，小萌芽。相信大家有看到预告的哦，应该都知道，多多少少都知道有一些脉络。拜托，我是用生命换来的，在踮脚的。在踮脚，而且其实我想跟大家讲说，其实，在医院那一场戏，就是问处醒来的时候，就是因为他是这样躺着，我趴着，所以他其实睁开眼睛就看到我，可是后来喊咔，为什么咔？因为他其实眼睛已经睁开了，你眼睛没睁开，然后就说，我睁开，对，导演以为他眼睛没睁开，因为是角度的关系，好不好？不是眼睛太小了。导演就说问处啊，你把酒还没给给。这跟我小学就是老师说，哎，蔡康永站起来，老师我已经站起来了，所以让我回想这段痛苦的回忆，超好笑的。不过我讲说不好意思。就是我们今天吃汤圆的那一场戏啊，我们晚上破900了，今天有望破千，帮我们开一支35年的戏，老板买单，谢谢导演，谢谢制作人。对，不过那一场如果吃汤圆那场戏，我们真的拍了一整个晚上，哦，为了那个月亮，对，然后那个窗，还有那个汤圆，汤圆最多了，汤圆就是本来原本的设定是要不是这样子的，是做饭菜，就是有鱼有肉。对。可是因为导演，你知道我们导演就说不要团圆，我就是汤圆这样子，大家简单一点。可是，那刻骨铭心，心里这个破千了，35年，导演谢谢，35年呢，我喝水。谢谢。哇，对，我觉得那场真的很好，那场戏真的是真的很揪心呐。对，然后导演就说我不爱去斗彩，我就是要大家吃汤圆，汤圆就是团圆的意思。对，然后大家就等那个团圆，汤圆又等了很久，
然后后来导演就说我要一个月亮的那个满月，对，然后又为了那个窗户啊，又等了很久。但是我觉得我们看了一切都是值得的。真的很，而且还有为了我也等，就是让你们等。没有，不说了，因为那时候第一个那个 take 是你的脸嘛，然后你就喝了那个汤圆，我就突然想到哦。原来之前都是先拍我们，最后才拍你，所以你没办法，所以你要稍微等一下。对，但是我觉得一切等待都是值得的。那场戏真的刻骨铭心啊！我真的哭好惨哦，眼睛都肿起来了。刚子也走进来就是哭的样子。对啊，对，我想要看完那一场，然后才过来，然后我就想，天哪，是怎样啊？然后过来，我想，如果我在这边的话，可能会打他。不是，为什么要打我？导演那位长辈啊，打长辈。对啊，我说真的是太，怎么会那个情绪啊，那个点啊，切割的这么好。我说没办法啦，就是他就是最棒的一个人，他就是最棒的导演。怎么说呢？那我们刚刚后来又看了很多，譬如说我们看了俚语啊，讲那个，我说。这部话一定是导演的话啦，几乎每一场都有这部一定是导演的话啦，可是又很贴切。今天有2句嘛，修为修留才，水某孙郎才，孙郎。那我们翻译上面呢，翻的比较那个文雅一点，那可能就是，其实我们听不懂，我们要听不文雅的，我们要听导演来说吧。不好意思。真的，导演说他可以每次都在，但是不要请他现身，他可以现声音的声。那制作人说不要，因为他每次都说错话，怕他失控，因为他会对他暴走。所以制作人说千万不要，就把他当成是空气人，就这样子了，好吗？好，现在1100多人，感谢。对，他现在1100了耶，1100了。有没有想要回答大家？还是问数有没有跟人家要不要跟？其实大家都觉得，我昌宪在他的心中是很高的，所以配送很高。你拿你真的吗？没有，是别人讲的，不是我。真，而是你自己想的。有。刚刚那个垫脚尖很经典。好漂亮！下礼拜才讲播出，真的。我们先不要透露下礼拜的剧情，但是我真的觉得那个导演他自己想出来的也是很厉害，对，是不是超厉害的？所以真的是身高170以下的比较细腻。其实那个垫脚尖那个东西啊，导演是有一个图稿，他有画了一张图，那下礼拜带来给大家。真的哦，画一个分镜就对。他有画一个分镜，他有画一个图，他想要呈现的是什么感觉？下礼拜带来跟大家一起。所以啊，我们刚开始我们拍这部戏的时候，我们完全不知道谁要配谁。我根本就觉得就是好像于安呐可能会跟什么谁在一起之类的，但是后来完全就打乱了，谁都不知道谁跟在一起。就是人人有希望，个个没把握。对，没错。对，其实现在还是就是大概是这样的状态，只是比较鲜明。有些像譬如说，我们2个以为清风会跟他，就是我们俩对啊，你看那个第一集集课啊，21集那个吃饭，对啊，吃饭呐，对啊。嗨是什么？你们2位嗨是什么意思？我们今天看的时候有点亢奋，特别看到清风的时候，因为就一副觉得喊清风侠，然后他就会出现的感觉，任何为难，清风侠，他就会出现。他真的是一个打10个，对不对？那就是召唤兽，对，各种幻兽，各种帅都出现，各种帅，很厉害。有没有什么问题啊？对啊，大家可以问。秋月为什么觉得这位朋友，你问秋月为什么觉得法，表示你前面几集没有 follow 到哦。请上 Line TV， 对，请上对，没错，请上网再追一下好吗？还有什么？不过明华碰到他爸爸，他就是他被打，然后他爸爸后来，我觉得那一场戏也是明华表现得非常好。对，当然烈哥右长，烈哥本来就是非常厉害，可是后来我看到烈哥看他被打，然后他拿了那个
他本来要打他，他拿了那个，我觉得他的六哥的表情真的太经典。内心戏。我在家里看的嘛，我想哇，真的是不行。因为那个时候心里面在想的就是说，然后你每些人减没抽出来，但是不也是滚啊那样啦。不过真的是每一个演员真的演出的，在他们的真的是非常非常到位。当然最重要是因为导演他把关的也是就，你也不会点来啊，还不会多啊。对啊，其实安排这种戏哈。对，而且这种剧情刚好在那个扣人心弦。对。然后它的层次会让我们很容易进入状况。那就是说。其实我本来是打算说找到了一定要好好修理它，没有想到它被半路修理了，半路被拦截，结果它变成反倒倒来一批的我身躯顶头，是啊，保护你用伊，保护我用伊，家己发作，不让怕。其实那个心里面会非常非常有感觉哈。所以导演，我觉得导演啊跟编剧啊，他们对于这个编排啊，我们这个戏真的是非常严谨，他们是千丝熟虑，就是把我们这个怎么样，都是让我们大家都很安全，而且都是完全是可以被接受的。为什么你要这样？为什么他要这样？前后都有互相呼应的，都有声音。所以你看你看几乎每一个角色，像文馨他们跟那个昌宪他们在表现情感方面啊，或者是不管是忏悔啊，或者是对方的那种默哀之意啊，那种藏在心里想讲又讲不出来，然后那种忏悔，文馨那种忏悔，那个看起来会很感动人。所以你在安排这块戏，就是说，总而言之，拿捏就是会让你很入骨啦。每一场戏会让你。会让你一直在那边想。没错，那主要是我们这部戏，我们的演员太多了，然后每一个演员都有他的骨头，他的戏，每一个演员都有戏，这真的是好奇妙啊！没有一个演员是可能他只来2场戏，就是什么，他都是有他的故事。譬如说，我一个朋友啊，他是营养师，他也来演一个，我今天也有看到，然后他跟他母亲的那个互动，前面。然后我就说，他也跟我打招呼，他姐，后来我看了他的戏，说，这个人也好有戏耶，他也非常的真入骨，对，也有他的故事，所以我觉得很难得的就是我们这个戏里面的演员这么多，每一个演员都叫得出名字，而且都能够每一个演员都可以有他的表演的方式，还有都可以演得出他的骨头，包括简哥啦，对，你想想看，简哥去还潜水啊，今天对，今天还有2个彩蛋，非常棒的彩蛋，声优，一个是念信的，一个是讲电话的长官，你们知道是谁吗？念信的是谁吗？你知道念信的？大家先猜一下。首先姐吗？对，首先姐。对，声优，有人猜得出来吗？念信的那个是谁？有人猜吗？让大家来猜一下。我们现在现场也有彩蛋要来了。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明天是烈哥的生日，大家一起。所以导演很甘愿的露脸。好高兴，终于，finally，哇，真的很高兴。你要过来一点啊，昌宪，你这样看不到你，这里，这样，感恩呐，只有简单几句话，其实说真的最感激的就是导演跟所有的制作，我
工作人员跟我们的演艺同仁，大家参与这一出戏的那一份心，真的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再来就是我们播出以后，所有的朋友对我们的支持，这个真的非常感谢。哦，那就是祝大家身体健康，一切都顺利。谢谢哥，谢谢哥，来，生日快乐！吹蜡烛。谢谢。Happy birthday to you！ 切刀，切刀。哎，太棒了，太棒了！然后导演就默默的离开。对，他飘走，当然就飘走了，他就飘走了。他就不管了。谢谢。那交给你。好，哎，这个交给他们，来，谢谢这位同学，这位同学。偷渡，啊，你那个是应该要切着就放。没有，对，没关系，可以，切一半就好了。哇，好多人给你说生日快乐。温啷就是哈，非常的内敛，真的他也不随便，就是不苟言笑啦，真的，佑场真的很棒。他几乎等于是我们导演一样，我们导演也是不苟言笑啊，然后也不太会曝光啊之类的。佑场要不是因为演这个戏啊，因为导演制作人在，要不然他也不会在那边直播，什么东西直播啊？他也没听过直播，真的，每周都直播，没错，对，这表示你看导演、制作人拉着大家，感情够好才有办法做，大家都很观众都很和乐，对观众很支持。那我们回到那个切蛋糕之前，声优，神游啊，猜到吗？有人猜出来了，假的，对，没错，讲电话的，真的吗？不，写那个念信的那个声优就是葛雷哦，对，葛姐，对，葛姐从上海录给我们，是不是？你看，哇，连声优都这么厉害，因为那声音的口音跟腔调跟赵薇薇跟不是简哥没有要有点，就是说他们一定要是一个，譬如说是字正腔圆的一个演最员。少的，他们本来要找一位就是配音员啊，那我就刚好我那个时候刚好跟就是上礼拜在，我就刚好跟葛妹啊就通电话，我说导演你听听看，葛妹在哦，葛妹愿意哦，就是葛雷啊，然后你听听看她的口条可以吗？他就听，好。但是他在上海也是录了好多次，那个制作也说不好意思，葛姐可不可以因为收音的关系，可能他也录了差不多4、5次吧，然后后来才成音，然后也是非常感谢葛妹，非常感谢葛妹，谢谢你因为我刚好是这一次播出嘛，这个礼拜，那我刚刚看了之后，我就传简讯给他说，葛妹，我听到你那封信你的口白，我真的是好感动。那他在上海。他在北京，他就说，好，谢谢，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葛妹也是很客气啦，但是我觉得有他那场戏就是不一样，真的是真不一样。我插播一下，因为有人祝李广德生日快乐，好狗，他说要带着儿子东山再起，我觉得很好笑。Hello， 你要加油！我有加油！真的，他们父子一定会加油的，谢谢你，谢谢。我们一定会东山再起的。对，我们会东山再起。对，真的。好，那还有一个长官讲电话的长官是谁？还没有人打电话给曾心腹的那一位长官，他打了3通电话，你们觉得是谁呢？曾心腹。就打给曾心腹的那个台湾长官，他说你们如果这样怎么样，就是合照，大家猜一下，对，猜一下是谁？对啊，该不会是导演修姐，我们给你点提示好了。好，我想一下，他最近也有演8点档，然后跟导演非常的熟，非常熟，而且他瘦很多。是吧？他瘦很多，他也跟我一起打公益棒球队，碰过那一队，也有打棒球。
他的名字里面有3点水，很多了，很多。哎，没有人猜到吗？有人猜吗？大家可以猜一下。他说很难猜啦。真的，不是，有3点水啊。大家都猜导演哎，为什么？大家都猜说是不是导演？碰狗不是。对啊，怎么会猜阿庞？很难哦。很难。好，那直接公布好了。公布一下答案好了，请说。我们用唱的。亲像飞流，飞像天，江宏恩，谢谢宏恩，谢谢。请问冯恩这个是什么时候录？他在百忙当中用手机录给我们的。哦。我们把画面传给他，请他画面跟那个稿子传给他，麻烦他帮我们录一下。我们请葛妹录那个，也是把那个画面传给他，让他知道说怎么前因后果是怎么回事，所以他才能够录出那么有感情。就是一定要这样子吧。虽然他们是百忙当中所以我说我们这出戏啊，你看导演绝对不疏忽任何一场戏。我们没有所谓的过场戏啊。没有那个很简单带过，每一场戏像刚刚芝芝在讲的，每一场都是重要的。每一个人物出现，不管他讲几句话，或者是甚至没有讲话，只要有他的镜头出来，那个都有代表深刻的意义。对，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个凸显的机会。对，这个是很重要。它都是一个point， 就是一个 key， 一个不是连接前面就是连接后面。因为我真的觉得我们这部戏虽然只是短短的30集，但是每一集都是非常积极精彩，都是不能够忽略的每一集戏的好戏。虽然是短短的30集，但你拍了半，对，但是重点是剩下8集了，剩下4个礼拜，对，剩下1个月，很快。亲爱的，你都不知道啊，虽然短短30集，我们拍了。半年，你都没有经历过老三台的时候，只有1集拍了1年。我是有经历过哦，老三台的时候。所以我们还是很感恩呐，因为至少不管怎么样，我们每一场戏都是字字珠玑，都是很珍贵的，但是你要知道哦，那是因为。因为我们制作人呐，在我们面前督促我们要讲好话啦。没有啦，说真的，是因为导演，真的是导演，行该灵了，真的是这样子。闽南语讲行该灵，就是说任何一种情况，任何一个事物，他都懂，都会处理。所以你看，导演在处理现场，跟在平常在做的准备，跟现场的应变，那个不得了，说真的，功力不够深是不可能的代志，对，对，真的是。咱今仔日迄个秀萍甲本数，终于在直播，对哦，那要不要对，要不要应观众的要求来一下同框的麦克？对哦，我们上次是在而且我发现。不是上礼拜没有播吗？不是就有一些我们有鼓励的一些回顾的重要。我个人叫卖居然有高达50次分享，你们这么想看叫卖哦，吓到我！叫卖姐，我跟你讲，那个50次分享你们怎么了？那个应该是要这样讲，因为非常精彩，吓到我，真的非常精彩。我真的觉得是名师出高徒啊，因为他真的讲的比我好，他知道为什么讲的可以这么流利？不是，而且不得不说，各位朋友啊，我当初真的以为没我的事，是导演说这场你跟豆场都你讲啊，你就要把所有东西讲一模一样，然后后来让烈哥傻眼。对，然后后面还加了一些我现在也不太记得的话，什么跳币北宝探级优手，这个我到现在都还不知道到底什么意思，坦白讲，真的很难。我亲爱的女儿啊，我告诉你。每一个人只要参与导演这个李岳峰导演的戏，他一定会有一段他从来没听过的话。OK， 像譬如说有一天呢，就
像比如说他很多布袋戏啦哈什么什么，然后他也讲过，那我就在那边。要很爽啊！就后来有一天我就被分配到一个，而且是半夜最后一场戏，我已经快睡着了，然后他就这样咕噜咕噜咕噜，哦，这里耶，然后他就你哦，温安啦，透骨啦，一个你哦，我真的天的，我说我就想导演，我可以愿意背，可是你不要在最后一场戏，我们半夜已经12点多要收工了，你给我一大团用这种我没有听过的那个什么什么，超可怕，超可怕，但是没办法啊，只好这样子啊。试试看不？对，透过。一下，我不知道。没有，他用红，因为他用红色的笔写啊。对，写，没错，一直在那边挥洒。透过，你瞎查，你老的，你瞎查，我不知道。但不是你的，可能不是我。当他在写的时候，所有人都想说到底是谁，到底是谁，然后全部的人都在背后看啊，说究竟是谁？对啊，好可怕。然后后来总算是啊，我也被，然后他就叫就是瓦利亚，你知道吗？他那个表情真的很恶劣啊。那个现场来一下吗？好，可以啊。因为我们现在应该都 OK 吧？应该 OK 吧？应该可以一起讲。应该可以。背了好几集。对，应该可以同时一起讲。我们是一起吗？就一起好了啦，一起好了。来 ，1 2 3。来，看，坐车看风景，坐船看海影，买步就来遮紧。一年360天，今日上好康，偌好康。迎春到台东，不是日本船富士湾载步到台湾，是啥物步坐船到台湾嘞？就是这个。不管是要撞油中、做套中、高尚高大方，不管是结婚生日、进步做起，还是拜拜行庙时，请技术上顺时。安怎未100哦，100，50就好，佮甲你拍高级。谢谢大家。拍高级750块啊！都没有人，就是这样。其实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下个礼拜，因为其实李富 Toku 下个礼拜也会小小的讲一下这一段。哎呀，下个礼拜。请大家期待一下，还有很多经典的段子啦，后面会慢慢的出现，还有很多，每一集都是精彩的，对，每一集都是没错，不可以错过的，绝对是真的。好，还有没有什么问题要提问？有人问问题吗？今天？今天连假大家都待在家里看鼓励，我觉得很棒，很不错，很不错啊，全家谢谢你们，谢谢，是一种团圆，真的看我们今天也是我们。团圆，我们自己家的团圆，对，他们家也是跟大家的团圆一样。哎，他们家的是什么意思？以后也是我们家的啊。以后有机会啦，有机会，各个没把握。而且不出今天是英雄哎。对啊，对，真的哦，真的，神秘。突然又破千了，怎么回事？又叫卖吗？是啊，谢谢大家。不过今天还有另外一段很感人的，就是明华跟爸爸。啊，对，还有跟之前那个都就是你酷着身体那一段也哇，你酷着爸爸，对，其实对啦，就是那个其实还蛮感人的啦。那因为当下其实我跟烈哥在那一场其实都有在那边讨论说，其实导演也有问我们意见，说看有没有觉得要怎么演还是怎么讲，但是当然还是以导演的方式为主。那跟烈哥又讨论就是整个。就是这个戏的剧情这样，就是还蛮入戏的。其实一开始也没有就是去就是要酝酿太多情绪。其实前几秒钟大家都还在那边嘻嘻哈哈，然后就是那边不见根，你知道吗？那就开始的时候，我觉得会很容易，就是导演的戏很容易让大家进入状况，因为本身他的整个细节方面就是让演员不会有那种排斥的，就觉得是理所当然，而且导演又会把一些细节讲出来，为什么要这么做？只有我们当下在听导演还没开始拍的时候，就觉得很感动，所以在拍那一场戏，基本上不会有太大的就是困难度。那其实反而比较大的困难度是打戏方面，因为就是因为
打戏真不好，对，因为不好打，因为而且拿的那些东西，其实它虽然不是真的棍子，可是它的硬度也是硬度打到，因为不可也是会痛。如果没有做到一个硬度的话，它甩起来，它其实是有一个会软的这样。那所以它那个道具还是做到有一个硬度，打到还是会痛。所以其实都有不小心，就是有，我记得烈哥好像也有被挥到，然后他也有挥到那些无职人员这样。对，那还有妈妈那一块，那也都是我觉得都是很顺心、很理所当然的，而且是很顺畅的。跟着角色的。对，那个情绪一直走下去，这样也是这样。就前几秒钟大家还在那边开玩笑，然后一些这么健健啊，然后下一秒开拍的时候，也就是很没哦，我没哦。真的吗？我们没有，我们一直在酝酿哦，我成就力啊呢，开玩笑哦，金价拍谁？其实真的进入情况以后，就是说很快速可以进入情况，因为导演的戏的那个整个入口让我们很容易就是融入，然后进入情况以后就非常自然流畅，后面发生的情感其实就是照着剧情需要就很直接的就发挥出来，是，然后又搭上我的歌曲，置入形真的哦，真的哦，这个是真的哦。我那一首歌你知道放多久？我2014年做的，那时候我因为 MV 嘛有找烈哥拍。到现在你看5年哦。可是其实那条歌当初是那个亮哥方向亮老师，对，他亲自他看了片花以后，他跟我们讲说那条歌他觉得非常。我跟你讲，那一首歌本来我要做给我那时候拍的其中一部剧，但是因为没有被剧用到这样，那我觉得也很可惜啊。后来筛选的结果就没有用到那一首歌，然后我就一直在等那个机会，因为我一直觉得亮哥把这一首真的做得很好，而且亮哥为了要做这一首，我那时候有在催他的时候，他说给我2个礼拜的时间，然后他自己跑去花莲，我也不知道在干嘛，可能就是让你知道艺术家呢，就是要让自己的心情沉淀一下，然后找灵感这样，然后才编出这一首歌曲，然后一直等到现在，就是这5年当中，就是一直找不到一个很好的机会啦，然后让大家听见。原来他就是属于明华的。原来他就是属于苦力的，真的。那这样明华到现场，虽然是没有卡拉带的情况之下，唱个2句哦，对，来副歌来一下。应该要叫商先唱。来，这首这首歌词拿出来我就唱，你唱。好了，我就唱前面几句就好。是怎样的心情，又搁看到迄个熟悉的背影，是我上爱迄个人，慢慢将等待变成你的生活。请原谅我一直无伫这，无伫你的身边替你等。怎样当初要离开，啥物拢无听，放你一人伤心孤单。请原谅我一直无伫这，无伫你的身边替你等。我的所有的一切，不知要倒换，才会当来换回我原谅不好意思，在没有设备的情况下这样唱，可是你知道这首歌啊，搭了我们这个画面，真的是催泪啊！妈妈哭吧，真的大催泪，大催泪。其实我自己回去，你也是嘛？对，就是我，尤其是我在看18集的时候，那时候初次放这首歌。其实我18集还看蛮多次的，我大概看应该有20几遍。没关系，我们就有把经典片段放在这里，要看几次可以看几次。真的是
就是整个就是非常的催泪这样，然后加还有你上在家里外面有没有？对，就是在对就是那一段对啊那一段，那个知道我就是每天文心那个脸书上面那一段的点阅率一半是一个人，真的哎，对啊，没有他啦就，看20几次了，一起看。再加上他不是我是看100我是哦，我是看 Live TV 好不好？我不是看这个分享，我是看 Live TV 这样，对，就是在上面冲那个送一点下，一定要送一下。没有我赖 TV 450万，你是赚了50万吗？没有啦，450万，真的还蛮多人看的，对，而且冲好快哦，而且我发觉金钟那个礼拜还有冲上去，还有人看，因为大家看我们没有可是播啊。我们要支持金钟奖，因为明年我们也想要进军金钟。没有，大家一直在讲啊，就是明年金钟我们就全包啊。所以请大家支持一下好不好？谦虚。对，我也们是请大家一定要支持。不对过今天看到我们李家就是我们一家团圆的，其实接下来还有非常非常精彩的，对，有很多桥段大家未必想好了，还是他们对，其实请说。没有，其实我要讲的是，我们聊的差不多了，所以我们要讲一下下2集可能会发生的可以事吗？报一点点。我讲一下我的，但我不会报。你等一下，你不行，他说他要讲，他不会报，是我是把它带出去。好，你这样很容易没有您嫁钱了。我不是导演，我被失控了，不是，因为当时不是说导演会失控吗？好，导演哦，导演他不是失控，他是有点就是想要分享，就是他想要分享太想开心，清楚哦，想清楚哦。好，没有先没有我你要不要先耳边跟我讲？怎么样？不用，不下两集会怎么样我跟你讲下礼拜怎么没有样？没有啦，因为刚才有讲到那个录 OS 嘛，我跟你讲，我也有录到 OS， 我这个没有爆雷嘛，反正就是制作单位有给我一个片段，然后也叫我录 OS， 而且是导演加的，就是加上去之后，我觉得还蛮有 feel 的。那个 OS 还蛮长的，所以我特别就是把自己，因为我车停地下室，我是怎么录，你知道吗？我是停到地下室之后，我把车关起来，然后把冷气全部关掉。我就自己拿那个，然后我就拿一个 iPad 放在我的车的仪表板前，然后一边用手说重点。重点是他还一边流汗，重点我还一边流，就是我觉得我录的还蛮非常有情绪这样。好，下个礼拜的重点就是没有重点，没有重就是点，他在地下室的车子里面关了冷不是不气，起这个线上的那么多人，多少时间？没有听到，这些900多人，我没有人输掉下来。还好，因为下个礼拜的重点就是会有很多感情的黑球，直球的黑来黑去，直球的，想看不出踮脚尖吗？想看明华黑直球吗？想看那个秋月情归何处？情归啊，就是锁定我们下个礼拜第23集。真的。天哪，我没办法想象，剩4个。下礼拜呢，雨安呢也会一直持续的跟大家一起直对，播。因为大家也知道，说我这几个月就是播出的时候，刚好我在高雄在拍，然后现在就变成我跟我的女友秋月，这是一种接力赛。他是你男友还是你女友？他是我女友，对，我是男友。对。不要暴露了，好吗？没有人知道。对，我们就是接，因为我们家秋月现在就是在安档戏中，所以就比较没有时间可以过来。是，所以他交放给我，所以就换我来。所以大家放心好了，每一个礼拜我们都有重点人物会出现。没错，只是雨安他现在接棒的，对，接的就是看每个礼拜我搭配谁。对，没错，哇。是的，我只能说，每一场戏都不要放过，真的，每一场戏你仔细看，一定都很好看，真的，会让你回味无穷。这就是导演的功力。我们为什么会这么爱跟导演合作，就是因为我们绝对不会后悔。我们呈现出来的所有的每一场每一个我们的工作的东西，都不会让我们后悔。我们说真的，半年啦，等待是值得的，值得的。好，那我们大家也差不多。对啊。好，那我们也非常谢谢
这些谢。哦，这我们的好个最重要朋友们对陪伴我们到现在，感谢要一直支持我们哦，谢谢。下礼拜见哦，下礼拜下礼拜见。下礼拜，下记得礼待会拜。重播要去看，还有重播，对哦，对，等一下12点半， 1个月后，哎，所以 say goodbye 了，一直聊会聊不完啦，好不好？再见喽，晚安，拜拜，下礼拜见，拜。开心见到你们。